你知道吗？每天吃的奇异果，居然可能让你的血管堵塞，甚至受损。这个看似健康，人人都说要多吃的水果，如果搭配错了，后果比你想象的还可怕。最近在医院门诊，我认识了一位76岁的陈伯，他原本身体还算硬朗，每天早餐都会吃2颗奇异果，配上1杯牛奶。他觉得自己越吃越健康，血压也稳定，心情很好。但没想到几个月后，他开始出现莫名的倦怠感，手脚容易水肿，甚至半夜起来多次上厕所。原本精神抖擞的他，整个人慢慢虚弱下来。陈伯的家人很担心，带他去做了血液检查和肾脏超音波，结果让全家大吃一惊。他的血液里钾离子偏高，肾功能指数异常，而医生当面指出，他血管里已经开始有轻微堵塞的现象。这怎么可能？奇异果不是水果之王吗？医生解释，问题出在搭配错误。原来陈伯每天早餐将奇异果与牛奶一起食用，奇异果中的高维他命 C 遇到乳制品中的钙质时，会影响身体吸收，部分营养被阻断，反而增加肾脏负担。而且奇异果酸性高，如果长期这样搭配，对血管内壁也会造成微小刺激，长期累积就可能出现堵塞现象。更惊人的是，陈伯家里原本有一些慢性疾病，如高血压和轻微肾脏功能不全，这些本来就需要注意饮食的人群，若不注意奇异果搭配，风险更高。陈伯后来改变了吃法，将奇异果改在餐后单独食用，搭配温水，并增加适量的蛋白质摄取，每周还去散步和做简单伸展运动。几个月后，血液检查显示钾离子正常，肾功能也稳定，整个人精神又回来了。但医生警告他，这只是降低风险的方法。真正的危险海隐藏在很多人忽略的搭配习惯里，一些看似普通的搭配，其实可能悄悄伤害你的血管和肾脏。今天我们将一步步揭开这些秘密，告诉你哪些搭配最安全，哪些最好避免。还会分享陈伯这段亲身经历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，让你既能享受美味，又能真正吃得健康又营养。今天我要公开4种绝对不能和奇异果一起吃的食物，还有3种黄金搭配秘诀。更重要的是，最后还有一个方法，能让奇异果瞬间变身天然补药，效果惊人。错过真的太可惜了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顺便帮忙点个赞，支持一下，好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健康秘密。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问大家，平常吃奇异果吗？你知道吗？这个看似普通的小水果，其实是被誉为黄金水果，不仅维他命 C 含量超高，还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抗氧化物，对老人家的心血管、肠胃甚至肾脏健康都有帮助。但你知道吗？市面上其实有2种奇异果，颜色不同，功效也大不同。今天就来和大家好好聊聊。首先是绿色奇异果，大家应该比较熟悉，它的口感偏酸，但绿色的力量也相当高。每100克大约含有90毫克的维他命 C， 比一般橘子还多，而且膳食纤维也不少，对肠胃蠕动很好。对老人家来说，适量吃绿色奇异果可以帮助消化、改善便秘，还能增强免疫力，尤其是对抵抗力较弱的长者有不错的保护作用。再来就是黄色奇异果，也叫金奇异果，它的口感较甜，酸味较低，对牙齿敏感的老人家特别友善。而最惊人的地方是，金黄色奇异果的维他命 C 含量是绿色奇异果的好几倍。有研究指出，每100克金奇异果含维他命 C 可达180毫克以上，几乎是绿色奇异果的2倍。
这意味着其抗氧化能力更强，可以更有效地帮助血管保持弹性，减少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同时，金奇异果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胡萝卜素，有助于保护眼睛，对经常看电视或手机的长者非常适合。不过，虽然黄金奇异果营养更高，但也要注意摄取方式。像肾功能不好或高血钾的长者，就不建议一次吃太多，最好分成早上、下午少量食用。而绿色奇异果因为酸度较高，对肠胃敏感的人原本可能想搭配一些牛奶或优格，但又要注意不要一次吃太多，避免肠胃不适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你想补充维他命 C、抗氧化、保护血管，金黄色奇异果确实更适合。如果你想改善肠胃蠕动、增强抵抗力，绿色奇异果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其实两者可以交替食用，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口味来安排，既能享受美味，也能达到营养均衡。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，先从第一个绝对不能和奇异果一起吃的食物说起，那就是牛奶。你可能会想，奇异果和牛奶都是健康食物，为什么不能一起吃？其实这个中间有个小秘密，很多人完全没注意。原来奇异果含有大量维他命 C 和果酸，而牛奶则富含钙质和蛋白质。当两者同时进入肠胃时，维他命 C 会与牛奶中的钙形成不易吸收的沉淀，影响营养吸收，长期下来可能增加肾脏负担，而对一些本身肾功能稍微不足的长者，更可能造成血液电解质异常，甚至影响血管健康。简单来说，看似健康的早餐，如果搭配错了，反而可能伤身。医生建议吃奇异果最好单独食用，尤其是在餐前或餐后半小时，不要立刻搭配牛奶或豆浆，这样身体才能吸收其中的维他命 C 和膳食纤维，真正发挥奇异果的健康效益。同时，对肾功能不佳的长者，量也不宜过多，一天1颗到2颗就足够。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二种，绝对不能和奇异果一起吃的食物，高钠腌制食品。你可能会想，高钠食物不就是咸菜、腌萝卜、泡菜那些吗？这些看似普通的下饭菜，竟然和奇异果搭配起来，可能对健康造成很大影响，尤其是对血压高、肾功能不太好的长者。我认识一位72岁的张阿姨，她平常很喜欢吃腌制、小菜、早餐，甚至会把腌萝卜和奇异果一起当作餐点。她觉得这样清爽又开胃。起初没什么感觉，但几个月后，她开始出现手脚青、微水肿，夜间频繁起床上厕，所血压也比以前容易飙高。家人吓得带她去做完整检查，医生说她的肾脏负担有点重，而且血管的弹性下降，部分原因就是高钠腌制食品与奇异果的隐性互动。科学上其实有根据，奇异果富含维他命 C 和钾，而高钠腌制食品含大量的盐分和钠离子，如果同时食用，体内的钾钠平衡就可能被打乱。特别是对肾脏功能较弱的长者来说，肾脏需要更多工作来排除，过多钠离子结果不仅增加肾脏负担，也可能造成血压升高，长期下来还会影响心血管健康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觉得偶尔吃一次没关系，殊不知这种累积效应其实是慢慢伤身的隐形杀手。张阿姨后来改变了饮食习惯，将腌制食品和奇异果分开吃，甚至将高钠食品减少，改搭配清蒸、凉拌的新鲜蔬菜。几个月后，她的血压逐渐稳定，夜间上厕所的频率也下降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好多了。医生提醒她，像奇异果这种高钾水果，对肾功能正常的人非常有益，但如果和高钠食品同时吃，不但营养吸收受到影响，还可能悄悄伤害血管和肾脏。
对老人家来说，饮食安全其实不是一件小事，而是会影响大健康。我们常常只看食物本身的影响，却忽略了搭配的影响。奇异果本身是天然补肾水果，但若和咸菜、腌肉、腌鱼这些高钠食品一起吃，营养吸收不仅打折，还可能造成身体负担。简单做法就是早餐吃奇异果，午餐或晚餐再吃腌制食品，避免同餐混合，这样既能享受美味，又能真正保护血管和肾脏健康。接下来我们要说第3种绝对不能和奇异果一起吃的食物——胡萝卜和小黄瓜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些都是蔬菜，平常吃也很健康，为什么还会有问题呢？其实关键在于营养素的交互作用。奇异果富含维他命 C 这种营养素非常活泼，能够帮助抗氧化、保护血管、增强免疫力。但当它遇到胡萝卜和小黄瓜里的维他命分解酵素时，就可能发生化学反应导致部分营养被破坏。简单来说，你以为吃了很多健康食物，其实营养吸收率可能大打折扣。尤其是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，如果和奇异果一起吃，维他命 C 会影响胡萝卜素转化成维他命 A 的效率，长期下来，你的眼睛、皮肤想要得到的营养可能没那么充分。小黄瓜则含有一种叫抗维他命 C 酵素的物质，会直接破坏奇异果里的维他命 C， 使你辛辛苦苦吃的抗氧化营养白白浪费。所以，虽然奇异果、胡萝卜和小黄瓜都是健康食物，但千万不要把它们放在同一餐一起吃。正确的方式是分开食用，例如早餐吃奇异果，补充维他命 C， 中餐或晚餐再吃胡萝卜、小黄瓜，这样既能保留各自的营养，又不会互相干扰。很多人会问，那要不要完全不吃？其实只要注意不要同时吃，其他时间分开搭配就可以了。尤其对老人家来说，营养吸收效率比年轻人慢，更要注意这种小细节，才能真正让每一口食物发挥最大的健康效益。接下来我们来说第4种绝对不能和奇异果一起吃的食物——高蛋白海鲜。你可能会想，海鲜不是补肾的好东西吗？怎么还会和奇异果起冲突？这件事可真不是危言耸听，背后有个真实案例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前阵子我认识一位68岁的黄阿伯，他平常非常注重养生，早餐喜欢吃奇异果，晚餐则常常来点鲜虾、花枝或鲑鱼。起初他觉得自己吃得很健康，每天精神也不错。但有一次吃完奇异果和晚餐海鲜后，竟然开始感觉胃胀、胀气，有时候还伴随腹泻，整个人有点不舒服。他以为只是小毛病，但几天后情况反而更明显。家人看到他脸色蜡黄，手指关节有轻微肿胀，才带他去医院检查。医生说，问题就在于高蛋白海鲜加奇异果同时食用这件事。奇异果含有丰富的果酸和维他命 C， 虽然对人体非常有益，但如果立刻碰到海鲜这种高蛋白食物，果酸会和蛋白质发生化学反应，类似把蛋白质的结构打散，就像我们把毛巾丢在水里，原本紧实的纤维突然松散一样。这个反应会让海鲜蛋白不易消化，产生胀气、消化不良。对肠胃敏感的老人家尤其明显。更重要的是，黄阿伯本身有轻微肾功能不全，这种蛋白质消化不完全，会增加肾脏负担，久而久之可能影响肾脏健康。医生提醒他，这一次庆幸及早调整饮食，否则长期下去可能造成更大的茧。康丰县黄阿伯后来改变了吃法，把奇异果改在早上单独食用，早餐补充维他命 C 和膳食纤维，晚餐则正常吃海鲜，但避免和水果同餐。几周后，他的肠胃问题明显改善，腹胀、腹泻
情况消失，整个人精神也回来了。他自己打趣说，以前以为养生就是堆在一起吃，现在才懂养生也是要有顺序。对老人家来说，这件事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：食物再健康，如果搭配错误，也可能变成肠胃小炸弹。奇异果虽然营养满分，但高蛋白海鲜最好分开食用，才能既享受美味，又保护肠胃和肾脏。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，接下来还会教大家3种奇异果的黄金搭配方法，以及最后一个能让奇异果片身天然补药的吃法，健康效果惊人，千万不要错过。第一种黄金搭配是奇异果加燕麦。燕麦是长者非常适合的早餐食材，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，能降低血脂、稳定血糖，又不会增加肾脏负担。将奇异果切成小丁，加入燕麦粥中，或者把奇异果放在隔水泡好的燕麦片上，撒一些奇亚籽或者少量葡萄钳，不仅颜色漂亮，口感也层次丰富。注意，燕麦牛奶虽然好喝，但牛奶和奇异果最好间隔半小时以上食用，避免影响维他命 C 吸收。早餐这样吃，既开胃又补充膳食、纤维和抗氧化物质，对心血管健康特别有益。第二种黄金搭配是奇异果加坚果。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，能保护心脏，增强脑部活力。把奇异果切片或切丁，和核桃、杏仁、腰果混合在一起吃，口感脆甜，非常适合下午茶或点心时间。小技巧是，坚果不要一次吃太多，每天1小把就足够，既能补充健康脂肪，又不会增加肾脏负担。如果怕酸，可以先用温水将奇异果浸泡2分，中酸味减轻，口感更顺口。老人家吃起来也不刺激肠胃。第3种黄金搭配是奇异果配优格，但这个里要注意，优格和奇异果最好分开吃，建议间隔30分钟以上。优格富含益生菌，能改善肠道菌群，而奇异果的膳食纤维和果酸则能促进肠道蠕动，就像给肠道安装了一台天然清道夫。做法也很简单，先将优格盛出，静置5分钟，让温度稍微回升，再把奇异果切片放在旁边慢慢食用，或者早餐吃奇异果，下午再吃优格，既能充分吸收营养，又能避免肠胃不适。这个方法对肠胃敏感的长者特别有效，不但能改善便秘，也能维持肠道健康。除了这3种黄金搭配，我还要教大家一个能让奇异果片身天然补药的吃法，方法很简单，但效果惊人。将奇异果切片后，加少量蜂蜜和1点温水，静置5分钟再吃。这样做有验几个好处：一来蜂蜜能中和果酸，降低对肠胃的刺激；二来温水帮助奇异果中的维他命 C 和膳食纤维更容易被身体吸收。3来，蜂蜜的天然活性成分还能增强抗氧化效果，对心血管、肾脏和免疫系统都有保护作用。每天1颗奇异果这样吃，比单吃更温和，也更容易被身体吸收，真正做到吃得健康又营养。另外，还有一些小技巧和注意事项，也可以让奇异果的健康效益最大化。说了这么多关于奇异果的健康吃法和黄金搭配，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想把这颗小小的水果放进每天的饮食里了。但别急，奇异果虽好，如果选购或保存不当，就可能浪费营养，甚至影响健康。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聊怎么挑、怎么保存，才能吃得安全又安心。首先，选购奇异果时要注意外观和质感。成熟的奇异果表皮应该是均匀的褐色或者金黄色，摸起来略微有弹性，但不要过软，也不要有凹陷或黑斑，这些都是受损或过熟的迹象。尤其金黄色奇异果，
它的维他命 C 含量比绿色奇异果高好几倍。如果挑到硬邦邦或还未成熟的金奇异果，可以放在室温下静置几天，等到微微柔软再食用，口感和营养都会最佳。再来要注意奇异果的保存方式，奇异果最好放在通风前燥的地方，室温下可以放几天，但不要和香蕉、苹果等是放乙烯量高的水果放在一起，否则容易提前成熟，营养流失。如果想延长保存，可以放入冰箱保鲜层，这样可以保存1到2周，但记得用保鲜袋或保鲜盒密封，避免水分流失或吸收冰箱异味。切开的奇异果更要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在冰箱冷藏，建议2天内食用完毕，才能保持最佳口感和营养。此外，奇异果虽然小，但含有丰富维他命 C 和膳食纤维，对肠胃和血管有益，但对肾功能稍弱或肠胃敏感的长者来说，也要注意量的控制。每天1到2颗就足够搭配燕麦、坚果、蜂蜜等黄金方法食用，不仅口感更佳，营养吸收也更充分。总结一下，挑选奇异果时要看颜色、摸蛋性，避免凹陷或黑斑。保存时要注意温度、湿度和隔离高乙烯水果。切开后尽快食用，保持新鲜。食用量要适中，搭配方法要对，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奇异果的健康魔力。最后送上我对大家的祝福，希望每位长者都能在日常饮食中用对方法，享受健康美味的小水果，让血管、肾脏、肠胃都更健康，生活更舒适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实用，不妨点个赞，留言分享你最喜欢的奇异果吃法，或者关注我们，让更多家人朋友也能一起学会这些健康秘诀。记住，健康从小细节做起，奇异果虽小，但只要吃对方法，效果可不小。